香港青馬獅子會由創會會長梁健興先生喺1998年創立，2022年喺香港舉辦第一屆非華語學生中華才藝大賽。本人嘅英國博士論文就係探討少數民族學生喺香港學習中文嘅問題同埋難度。目前喺香港接受政府資助喺中小學同埋幼稚園嘅非華語學生嘅人數係多達接近3萬人之多嘅。以我嘅觀察，佢哋好多都係對我哋中國同埋中國香港好有感情、有歸屬感嘅。如果佢哋獲得更多嘅發展機會，我好相信佢哋喺畢業之後可以對我哋嘅祖國、對香港作出更大嘅貢獻。今日帶大家嚟到香港嘅屯門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點解嚟到呢度呢？今日就係參加第4屆全港非華語學生中華才藝比賽嘅。今年係第4屆，4年前嘅本人係香港青馬獅子會嘅會長，同呢度嘅校長袁校長創立咗第1屆。今年係第4屆，係朱校長。我亦都好感謝過去每一屆嘅青馬新會長薪火相傳，繼續將呢個好有意義嘅活動發揚光大，繼續落去。不同國籍嘅小朋友經過一番充足嘅訓練，參加比賽，睇見佢哋面上嘅興奮，我哋大家心中都感到興奮。Hello， 早晨。我係香港青馬獅子會嘅前會長陳忠正，大家好。林三文前會長係呢一個中華才藝比賽嘅始創者。我哋係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盧光輝紀念學校㗎。你好，我們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信書院。這一次呢，我們帶動了我們 Year 1到 Year 6， 1年級到6年級的全部非華語的同學來參加本次比賽。很感謝青馬獅子會能給我們提供這樣的機會，然後每一年我們都會非常致力於參加這次全港非華語學生活動的盛事。天真無邪、有才華嘅小朋友就係我哋社會嘅棟樑，栽培佢哋，俾機會佢哋，就係等於俾我哋社會一個希望。講咧，青馬獅子會係非常之有心嘅。其實我哋嘅少數族裔非華語學生最多係乜嘢？其實係幼稚園。咁幼稚園已經喺2023年咧，已經超過11000個。咁如果呢一個令到我哋獅子會嘅愛心咧，係無分界限、唔分族裔、唔分年齡。打從呢個4年前咧，由我哋前會長林三文師兄咧就搞呢個合作之後咧，我哋轉已經係經過4個年頭。咁冇林三文師兄咧，就冇今日呢個活動嘅。咁我哋俾個掌聲林三文師兄好嘛？我已經睇到啦。春天和秋天。我的最多手。
入拎最細嘅你啊？因為我年紀最細，所以我要攞最細嗰個你啦。月光中，帶上視先見。點算好啊？咦，神師，你都嚟笑佢哋啊？唔係啊，我覺得月光精神真係大。朗誦有好多技巧，就好似發音，例如前請要讀得爽利，屏息入聲要短促。在新年，學舞獅，抬煙花。財神到，財神到。收到利是，大家開開心心。閃閃手手衫，側側輪機處，中一不識唱，集太靈驗。好似唔係喎，呢個金係我真係唔見咗啊！你咁識同人識？係啊，我哋食就係做人嘅基本。如果我哋我們今生有人在路上，只要我們彼此永不忘。第一屆中華才藝大賽，我所演唱嘅民族歌曲呢，係岳飛嘅《滿江紅》。今次第四屆，我所演唱嘅係《大俠霍元甲》。呢首歌係80年代香港電視劇嘅主題曲，當年風靡中港澳。當時嘅歌詞最後嘅一句係這誰師漸已醒。今日我所唱嘅係這誰師現已醒。最後我喺台上用英語提醒大家有關大俠霍元甲嘅武術精神。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團結就是力量。大家好 ，How are you？ 咁今日送俾你嘅就係我嘅大俠霍元甲。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滔滔。江山秀麗，別採鳳領，問我國家那場煙兵。衝開血路，揮手上馬，要致力國家中興。
用國號再遭踐踏，這誰思言已成。比賽完畢，而家計緊分係咪？係啊，冇錯，而家計緊分。我見咧評判好似話佢哋仲 struggle 緊個冠亞季同埋最受歡迎嘅男女表演者係啦。哦。因為個水準好似好高啊，所以佢哋而家仲喺度討論緊。係。咁其實一路咁睇落去咧，會唔會一路咧越嚟越多香港嘅學校，即係有非華語學生嘅學校，越嚟越多嘅參與？如果譬如去到好多間、幾十間、100間。係咪嗰個工作量，我哋仍然都可以係應付到啊？可以成為一個全港一個非華語學生嘅中華才藝大賽呢？絕對冇問題，因為我哋有青馬獅子會喺背後咧，好全力嘅支持，所以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嘅。係。今日你個對於嗰個表演啊，個水平啊、質素點樣睇啊？你個表演尤其精彩啦，水平非常之高啊，完全 professional 專業水平啊。係我講學生係啦，係學生個表演咧都好有創意啊，個諗啲嘅表演模式咧都好不同啊，大家表演嘅內容咧都令人耳目一新啊。係好精彩。我今日咧好有壓力嘅，睇見嗰啲表演咧咁優異咧，我真係有啲怯場，係咪先嚇？哇！點會啊？你咁專業係啦，唱咗好多年喎。多謝副校長。冇係，多謝你機會。好開心可以請到你表演啊！請到你嚟表演，我哋啲學生又開眼界，又認識咗，又睇到非華語嘅人表演咁傳統嘅中文歌咧，佢哋更加會深刻印象啊！係呢啲。中文又可以係令到佢哋鼓勵到佢哋學中文，最緊要呢樣嘢係啦。唔簡單，唔簡單係。好似明年咧，即係會越嚟越多呢個唔同嘅學校嚟參加。係我感覺上係10幾20隊喎，今年。佢其實已經有10隊8隊咧，就俾我哋好似因為即係遲咗嚟嘅。哦，遲咗。咁變咗就咩？我諗明年呢個競爭應該會再激烈啲。今年嘅學生們表現好出色喎，小學、中學都好犀利喎，係啊，咁就又有好多有幾隊好有 creativity， 係啊，咁啊大家都歎為觀止。種族共融係有助於社會穩定，同埋提供非華語學生一個良好嘅學習環境。我哋感謝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俾香港青馬獅子會一個極之有意義、服務受眾嘅機會。睇見自己嘅孩子們喺台上演出優異、領獎嘅時候，我好相信台下嘅父母呢係感到相當欣慰嘅。我哋期望不久將來，全香港數以10間、數以100間學校嘅非華語學生都一齊參加呢個非華語學生嘅中華才藝比賽，促進種族共融，深入了解中華文化嘅優點。最後嘅壓軸環節就係俾所有嘅家長、學生同埋所有參加嘅人士一齊遊玩一下中華才藝嘅遊戲攤位，同埋享受中國嘅傳統小食嘅。